家好，歡迎收睇工商工友緊急援助和未來規劃探索計劃嘅教育資訊篇。可能好多屋企人對工傷發生之後要面對嘅事都係一無所知，所以就趁住教育資訊篇同大家講解一下。其實當工傷意外發生之後，工友係需要盡快通知僱主嘅，而僱主係需要喺14日裏邊向勞工處呈報同埋通知保險公司。而往後嘅日子呢，工傷工友就要按時到勞工處嘅職業醫學組辦理病假跟進嘅記錄。當病情穩定啦，勞工處亦都會按主診醫生嘅建議安排返去主診嘅醫院進行判傷手續。喺整個工傷康復嘅路途當中，工友會接受醫治同埋診斷、物理治療鍛煉、職業治療鍛煉，而有部分嘅工友呢係需要睇專科，包括咗精神科、痛症科同埋臨床心理科嘅。而喺僱員補償條例下嘅保障呢，係包括咗每一個月嘅工傷病假錢，亦都係俗稱嘅4/5人工，醫療費用每日嘅上限係500蚊，同埋永久喪失工作能力補償嘅。可能好多人以為工傷工友喺做完康復鍛煉之後就可以順利咁重返工作，其實有部分嘅工友呢係會承受住慢性痛症啦、復工嘅擔心、財政嘅困難等等嘅困擾㗎。所以作為屋企人，你哋又可以點樣去支持工傷工友呢？喺整個工傷康復嘅流程當中，屋企人可以做到嘅其實係包括咗關心諒解、支持陪伴同埋調整配合。作為屋企人，你可以多啲關心工傷工友，聆聽佢哋嘅需要，同埋定時同佢哋傾下偈，可以陪伴工傷工友去復診，一齊做運動鍛煉，同埋可以外出去散下步㗎。部分工傷工友更加需要轉行，收入亦都大為減少，所以我哋建議工友同屋企人可以一齊就住屋企嘅財政狀況重新調整同埋討論。好啦，今次就講住咁多先。計劃裏邊仲有好多其他嘅教育資訊會陸續推出，大家記得留意啦。